嗨，大家好，今日咧就同大家嚟到銅鑼灣 The Grill 呢度噶，呢一間餐廳咧都係其中一間我好中意嘅餐廳噶。入到嚟咧，你就會感受到啦，呢一度咧好有歐洲餐廳嘅 feel 噶，而且咧佢全部都係用木器啦、簡約嘅建設，同埋咧周圍都會發現係打卡位啊，仲好有格調添啊！加埋啦，燈光又咁柔和啦，浪漫氣氛咧滿分啦，好適合啦浪漫約會噶。今日啦，我就約咗朋友嚟呢度食浪漫午餐，佢咧嘅選擇都好多噶。我咧就叫咗兩個餐，一個行政午餐，一個半自助午餐。我嘅行政午餐咧就嚟咗呢一個煙三文魚迷你羅文菜苗沙律，哇，好香嘅三文魚味，而且咧睇到啲蔬菜咧都好新鮮嘅喎，啲蔬菜咬落去啦，實實聲嘅，仲有咧少少咧檸檬嘅酸心味道，又唔會太酸喎，好開胃，好新鮮啊！煙三文魚咧好新鮮啊，而且咧仲有咧掂咗少少咧芝士粉嘅味道，我好中意啊！啱啱咧就喺個自助沙律吧度咧攞咗咧我嘅嘢食啦，哇！睇下幾多嘢食，個沙律吧咧非常精彩，仲有甜品添啊！青豆湯，哇！青豆湯咧好濃郁嘅青豆味，呢一個青豆湯咧我好中意，一粒粒咧嘅青豆喺度咧，哇！個口感咧好豐富。一個咧就係我嘅法式龍蝦湯啦。哇！個法式龍蝦湯咧，好濃烈咧嗰個龍蝦嘅湯味啊，而且咧仲有少少 cream 喺度咧，令到個湯咧更加滑啦，好有儀式感啊！香脆三黃雞半隻，仲有羊肚菌雞油飯配呢個珍珠米啊！哇！睇到就流口水啦，好香啊！而且咧嗰個珍珠米咧，佢係咧粒粒分明，裏邊咧仲有啲雞油喺度添啊，好嘢味，好香口啊，好特別啊！隻雞咧外脆內軟，而且咧佢嗰個肉質咧好鮮嫩，好 juicy，仲有啲肉汁咧滴出嚟添啊，好香，仲有啲迷迭香啦，仲有可以點埋佢嘅醬汁添喎，真係令人哋回味啊！香煎金絲魚柳配檸檬牛油汁，金絲魚柳咧好香啊，而且咧佢咧好新鮮啊，仲有啲蔬菜伴碟咧，哇好豐富，呢一個層次感咧正啦！行政套餐嘅甜品啊，睇下幾靚，好吸引啊！個 mousse 咧好好味，同埋咧好軟滑啦，而且咧又唔會太流，仲有少少酸酸地添。整體感覺超舒服啊，座位寬敞，氣氛一流。無論約朋友定情侶聚會、約會咧都好啱啊，性價比高。我之後咧會再帶多啲朋友嚟食多幾次。如果你都中意呢個 feel，呢一間咧一定要試啊！記得俾心心同 follow 我啊，下次見。